方國珊曾5度參選立法會地區直選但落敗，第6度參選嘅佢，最終以58000幾票成功當選，成為地方選區票后。民建聯葉傲冬則以26250票當選，兩個人都係首次躋身立法會。覺得等咗咁耐啦。請注意，選舉主任現在宣布香港島西地方選區嘅選舉結果，有請選舉主任。唔係在於票數，係在於市民對我嘅信任，即係每一票都非常之重要。正如我之前都講啦，即係我冇大黨嘅即係資源，咁咁多年走嚟不易㗎。我覺得呢個時刻係香港面對一個好大嘅災難嘅時候咧，我哋要更加嚴肅咁樣去處理，同埋面對去災情嘅情況啦，好多家庭嘅痛苦嘅時候咧，我唔係好覺得我係要好3號候選人黃秋平女士，我只係感恩我所有選民嘅支持。新界西南選區投票率達32.69%，係10個選區中投票率最高嘅選區，由工聯會陳永欣以52900票同民建聯郭芙蓉嘅37020票當選。新界北選區由新社聯譚振國同民建聯姚明當選，而新界西北選區由民建聯周浩鼎同實政圓桌莊浩峰當選。新界東北選區則由新民黨李梓敬同民建聯陳克勤當選。說在線記者許思彤報導。